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係蘇文峰。今日我哋開門見山，直接拆解全香港娛樂圈最具傳奇色彩、最老誌嘅一個女明星逆襲大局。講起張柏芝，很多人對佢嘅印象還停留在10幾年前喜劇之王裏嘅柳標標，或者係2012年跟謝霆鋒離婚嗰陣嘅低谷。但大家知唔知今年44歲嘅張柏芝，個人與家族總身家早已不知不覺衝破咗100億港幣。佢手頭上嘅現金流、物業資產，再加上3個兒子未來繼承嘅幾億信託，總體資產規模甚至已經超越咗謝霆鋒。一個喺2012年遭遇婚變，獨自帶着2個幼子，還要幫吸血原生家庭償還數，以千萬計巨債嘅女人，到底係點樣喺12年時間入面逆風翻盤，活成咗真正不可動搖嘅豪門女王？這背後根本唔係簡單嘅運氣，而係張柏芝面相與命理入面一個極其震撼嘅苦盡。今嚟大圓滿風水局，想知道張柏芝個面相點樣從年輕嗰陣嘅骨路坎坷演變成現在嘅地角圓潤暴富？佢點樣擺脫吸血娘家？即刻撳下面個 subscribe 訂閱掣，仲有拉開旁邊個小粒燈，訂閱咗未？好，我哋即刻詳細拆解張柏芝呢個香港娛樂圈最頂級嘅逆襲大局。我哋先講返2012年，張柏芝人生最黑暗、最絕望嘅時刻。當時張柏芝跟謝霆鋒離婚，一個人帶着只有幾歲嘅 Lucas 同 Quintus。那時候全香港嘅娛樂媒體天天盯着佢，各種負面新聞鋪天蓋地，由離婚原因到領養權爭奪，再到佢嘅情緒狀態，所有嘢都被放大鏡照到無所遁形。更雪上加霜嘅係張柏芝還有一個極其讓人頭疼嘅吸血原生家庭。佢個戚友胡鬚勇張仁勇喺香港黑道同道上混跡多年，欠落無數斗債，甚至多次被黑幫貼追債告示，追債追到張柏芝身上，連佢嘅住所同座家都被人騷擾。佢試過喺自己屋企樓下見到貼滿大字報，上面寫住佢即超有嘅欠款數目同還款期限，逼到佢要報警求助。張柏芝作為女人，長年累月幫激挑償還數以千萬計嘅賭債。有傳媒統計過，佢由出道到2014年，單係幫激挑還債嘅金額就已經超過3000萬港幣。呢個數字仲未計佢2個弟弟嘅床驗失敗同生活開支，佢仲要養活自己2個折騰嘅弟弟。一個弟弟遊手好閒，成日惹是生非；另一個弟弟做生意失敗，欠落一屁股債，全部都要靠佢接濟。離婚單親媽媽，原生家庭吸血，媒體圍剿。換咗一般嘅女明星，早就被這種巨大嘅壓力壓垮，精神崩潰，甚至銷聲匿跡啦。但張柏芝沒有倒落去，佢咬緊牙關，硬生生一個人扛下了所有嘅磨難。佢唔單止要面對情感上嘅創傷，仲要面對財務上嘅無底洞。每日一喉開眼就係仔女嘅學費、生活費、工人嘅薪金、屋企嘅供樓開支，再加上即超餘嘅鬥債利息，壓力大到難以想象。有段時間佢甚至要一日跑3個通告，拍到凌晨2、3點先收工，第二日6點又要起身搣路仔返學。但佢從來冇喺公開吶而抱怨過一句，亦冇利用離婚來博取公眾同情，反而係默默咁拍戲、接廣告、出席商演，用自己嘅努力一蚊一蚊咁還清所有債務。佢曾經喺一個訪問度講，佢唔會俾人睇到自己喊，因為佢要證明俾所有人睇，佢一個人都可以撐起頭家。呢種堅韌同骨氣已經超越咗普通女人嘅承受極限，甚至連好多男人都自愧不如。點解張柏芝年輕嗰陣命格咁坎坷？佢個面相喺早年到底隱藏住咩玄學密碼？我哋下一章即刻從面相學詳細拆解。我哋要明白張柏芝點樣逆襲成100億豪門。第一步必須要睇懂佢早年個面相與命格。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相，張柏芝1988年庚申年出生，八字食傷極重。佢年輕嗰陣個面相喺相學上係典型嘅經世美貌，但早年坎坷骨路相。我哋細心拆解張柏芝年輕嗰陣嘅面相特徵。第一，額高眉濃，骨露肉少。張柏芝年輕嗰陣顏值極高，骨雙立體。但你仔細睇佢20幾歲嗰陣嘅照片，佢個面過肉量較少，間骨同鼻梁骨非常突出，只喺相學上叫骨肉不相稱。骨路主坎坷，代表佢前半生性格剛硬，重情重義，但極容易被感情所傷，亦極容易被原生家庭同親人拖累。第二，眉濃壓目，情路波折。張柏芝個眉毛非常濃密，而且眉骨挺拔，
眉龍代表重感情講義氣，但同時亦代表情深相紀。佢年輕嗰陣為了愛情可以付出一切，為了幫戚朝野還債可以拍戲拍到幾天幾夜不睡覺，這喺玄學上叫過度消耗自己嘅吉運。佢嘅感情運勢之所以咁多波折，就係因為佢太容易將自己嘅全部都奉獻出去，唔懂得保護自己。第三八字食相重，命帶蔡墓宮。張柏芝個八字入面食神與傷官星極度旺盛，食相重嘅女性天生就是付出型命格，佢對父母、對弟弟、對丈夫、對孩子永遠喺度付出，所以佢前半生幾乎一積聚幫原生家庭還債，幫身邊嘅人收拾殘局。佢嘅八字入面仲有一個叫做偏財空亡嘅格局，代表佢賺到嘅錢好難留得住，總會有各種各樣嘅原因令到佢嘅財富流失。第四，眼神爽利，穩骨高粗。張柏芝年輕嗰陣對眼帶有一股凌厲嘅光芒，呢種眼神代表佢做事果斷有魄力，但同時亦代表佢容易招是非同小人，尤其係感情上容易遇人不淑。佢嘅第一段戀情同陳曉東，第二段同謝霆鋒都係因為佢嘅神忙太露而招致好多外界嘅壓力同干擾。第五，人中心長但嘴唇偏薄。佢個人中非常心長代表生育能力強，但嘴唇偏薄代表佢年輕時表達情感比較直接，容易得罪人，亦容易俾人誤解。佢好多時講說話太過直率，唔懂得修飾，結果俾傳媒大做文章，令到佢嘅公眾形象受到影響。當時很多玄學同行睇張柏芝個面相都說佢美麗但薄命，晚年可能滿良。但所有人包括那些玄學同行都忽略咗張柏芝面上入面一個極其隱蔽但又極其強大嘅翻盤密碼。呢個翻盤密碼就係佢嘅地角。雖然年輕時尖削，但佢嘅下巴骨型非常好，骨質堅實，代表佢嘅根基深厚。只要等到適當嘅年份，面肉生長出嚟，就會形成極強嘅財富。呢個翻盤密碼隨着佢年齡增至到咗40歲之後，開始爆發出嚟驚人嘅能量。張柏芝個面相喺40歲之後發生咗咩驚天動地嘅變化？我哋下一章即刻詳細拆解。喺我拆解張柏芝是特別4歲面相逆襲同佢個百億商業帝國失之前，我好想先問下熒幕前面嘅咁多位朋友，如果你經歷過離婚、獨自帶3個孩子，話要幫原生家庭還巨債，你能唔能像張柏芝一樣堅持12年並逆襲成百億豪門？你覺得張柏芝算唔算係香港娛樂圈最堅強嘅女星？即刻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蘇文峰每一條留言都會睇，等陣睇下邊位朋友嘅玄學感悟最高。好，留言過後，我哋繼續拆解張柏芝呢個驚天動地嘅面相逆襲。大家注意睇張柏芝最近這2年嘅照片，44歲嘅張柏芝個面相跟20幾歲嗰陣相比，發生咗極其巨大嘅轉變。第一，地角方圓，下巴圓潤有肉。張柏芝年輕嗰陣下巴較尖而現，在44歲嘅張柏芝下巴位置變得極度圓潤飽滿，甚至微微出現咗富貴雙下巴。喺商學上，下巴同地角代表一個人嘅晚年運與財富承載力。下巴圓潤有肉代表佢晚年財富大開，能夠承載數以百億計嘅巨額財富。而且呢種下巴嘅變化唔係靠打針或者整容可以做到嘅，係真真正正因為運勢提升而自然生成嘅福相。第二，面咗豐滿，骨肉相稱。張柏芝現在個臉相，年輕嗰陣嘅骨露感完全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豐滿光澤嘅面肉，這喺商學上叫骨肉相稱，苦盡甘來，代表佢前半生嘅坎坷同衰無已經徹底還清，後半生進入咗絕對嘅享福與暴富階段。佢而家嘅面主紅潤有光澤，氣色極佳，完全唔似一個經歷過咁多風浪嘅女人。第三，子女宮光澤，眼神溫和。張柏芝個眼下寨言子女宮，現在極度飽滿光澤，眼神由年輕嗰陣嘅僵硬變成了現在嘅溫和與堅定，這代表3個孩子給咗佢無限嘅底氣同福報。佢而家望人嘅眼神充滿咗母性嘅溫柔，同時又帶有一種不容侵犯嘅堅毅。呢種眼神組合正正係一個成功女性嘅標誌。第四，印堂寬發明亮，無紋冇疤。佢個印堂位置而家非常開發，冇任何紋路或者疤痕，呢種相叫做印堂發亮。貴人扶持代表佢而家做事順風順水，好容易得到合作夥伴同粉絲嘅信任。佢嘅直播帶貨之所以咁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觀眾睇到佢個印堂發光，自然會覺得佢誠實可靠。
第五，嘴唇變得豐潤，唇角上。相比年輕時嘅薄唇，而家張柏芝嘅嘴唇明顯豐潤咗，而且嘴角自然上揚。呢種相叫做笑口常開，人緣極佳，代表佢而家嘅心態非常正面，吸引力法則令到更多好事降臨喺佢身上。佢而家嘅笑容比以前更加真摯同有感染力，呢種笑容就係佢最強嘅武器。面霜變咗，運勢自然跟住大爆發。即2年嚟，張柏芝做咗3件極度聰明嘅事。第一，切斷吸血，建立界限。佢幫戚秋雨還清咗最關鍵嘅差沒之後，喺財務上建立咗清晰嘅界限，不再盲目被娘家吸血。佢明白到如果唔停止無止境嘅付出，自己同3個仔嘅未來都會被拖垮，所以佢狠下心來，只提供最基本嘅生活保障，而唔再係有求必應。佢甚至公開同傳媒講，佢已經還清咗所有績超養嘅賭債，以後唔會再幫手還1蚊。呢個宣佈震驚咗全港，因為大家都估唔到佢會咁決絕。第二，抓緊時代紅利，直播帶貨。張柏芝進軍內地直播帶貨市場，單場帶貨銷售額破億，成為內地市場最吸金嘅香港女明星之一。佢憑住自己嘅名氣同親和力，將流量轉化為實實在在嘅現金流。而且佢揀嘅產品都係同冇輕美妝生活相關，非常符合佢嘅形象，令到粉絲對佢嘅推薦更加有信心。佢嘅直播間氣氛輕鬆愉快，佢會同觀眾分享自己面漏仔嘅心得，又會試用產品俾大家睇。呢種真誠嘅作風令到佢嘅帶貨成績遠遠超越其他明星。第三，地產投資與信託加持。張柏芝喺香港、中環、上海、北京買下無數頂級豪宅，資產大幅升值，再加上4哥同庭仁留給兒子嘅幾億信託，張柏芝個人與家族總身家保守估計早已衝破100億。佢喺香港嘅物業全部都係位於核心商業區，租金回報率極高，而上海同北京嘅物業則係趁住內地樓市起飛之前就已經入手，升值幅度以倍數計。張柏芝現在手頭上嘅現金流同實體資產甚至超越咗一直在做傳統投資嘅謝霆鋒，即就叫做逆天改命，苦盡甘來。下一章我哋揭秘張柏芝三子歸位嘅終極大圓滿風水局。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吧？張柏芝呢個苦盡甘來大圓滿風水局嘅全貌啦吧？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命，見過太多嫁入豪門最後落魄收場嘅女明星，亦見過太多被原生家庭拖垮嘅普通人。但係張柏芝用佢44年嘅人生，示範咗咩叫真正嘅靠自己成為豪門。大家看張柏芝現在個終極風水陣。第一，三子歸位頂立雙生，大兒子 Lucas 今年17歲，高大英俊，酷似謝霆鋒，即將接管幾億信託，係家族嘅未來梁柱。佢嘅學業成績優異，而且對商業有好大嘅興趣。張柏芝已經開始帶佢見識一啲投資會議，等佢提早學習點樣管理財富。二兒子 Quintus 今年14歲，性格溫和，陪伴身邊係家族嘅開心果同財富守護者。佢嘅音樂天分極高，彈得一手好鋼琴，而且非常孝順，成日會陪張柏芝去行街飲茶，令到佢嘅晚年生活充滿溫暖。三兒子 Marcus 今年6歲，聰明伶俐，給張柏芝帶來咗無限嘅樂趣同新嘅生命氣場。佢嘅出現填補咗張柏芝內心最後嘅空虛，令到佢嘅人生變得更加完整。三個兒子三座大山，穩穩地托起咗張柏芝晚年嘅財運地位同尊嚴。喺這三個兒子面前，任何過往嘅感情傷害，任何吸血嘅原生家庭都再亦無法動搖張柏芝分毫。第二，看破感情，立於不敗。張柏芝現在勿需要看任何男人嘅面色，勿需要靠任何豪門嘅施捨，佢自己就是豪門，自己就是三個兒子最大嘅靠山。佢跟謝霆鋒保持着健康嘅離異朋友關係，跟四哥迪波拉保持住和銀嘅家族盟友關係。佢明白到人生最重要嘅唔係愛情，而係親情同自我價值，所以佢將所有精力都投放喺自己嘅事業同仔女身上。呢種心態嘅轉變，就係佢能夠成功嘅最大關鍵，即就叫做苦盡甘來大圓滿風水局。張柏芝前半生用盡全力去付出，去還債，去愛人，後半生天地道，把所有嘅福報、財富、尊嚴同優秀嘅兒子雙倍還給咗佢。各位朋友，人生如逆水行舟，前半生受苦不叫苦，晚年大圓滿才是真圓滿。張柏芝呢個故事唔單止係豪門傳奇，更給我們每一個喺生活入面遇到挫折、遇到吸血親人、遇到感情傷害嘅朋友
帶來咗無比強大嘅勇氣與力量。如果你睇完今日呢集影片，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切中要害，有幫到你睇清張柏芝臆測成百億豪門背後嘅風水智慧嘅話，請你即刻按下影片下方嘅 subscribe、訂閱按鈕，記得點亮旁邊個小連燈全部通知，仲有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關心張柏芝同風水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點讚，都係我蘇文峰繼續同大家揭秘更多豪門玄學大局，分享獨家風水乾貨嘅最大動力。下期影片我會繼續帶大家拆解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嘅風水秘密同面相命理。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我哋頭先講完張柏芝點樣靠3個字同自己嘅努力臆測成百億豪門，但其實呢個苦盡甘來大圓滿局入面，仲有一個好關鍵嘅轉折點，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係張柏芝喺2018年生完3胎 Marcus 之後，佢個整體氣場出現咗一次鐵底嘅重組。2018年戊戌年，土氣極重，張柏芝嘅八字本身屬金，土能生金，呢一年對佢嚟講係一個極其重要嘅印星入命之年。印星代表貴人，代表夏後腰，代表安全感。佢喺呢一年生咗 Marcus， 等於將呢股強大嘅土氣通過生育嘅過程轉化為自己嘅福氣。生完 Marcus 之後，佢嘅事業運突然間爆發，內地嘅直播帶貨邀約接踵而嚟，廣告代言由本來嘅零星幾個變成幾十個，收入一下子以倍數增值。短短2三年間，佢嘅身家由幾億暴漲到幾十億，再突破到百億嘅級別。呢種生子轉運嘅現象喺玄學上並唔罕見，但能夠轉得咁貼底咁戲劇性，張柏芝絕對係其中嘅經典案例。而且 Marcus 嘅出世仲幫張柏芝擋走咗好多是非同小人，因為大家嘅注意力都集中喺3胎生父呢個唔傻團上面，反而忽略咗對佢嘅負面攻擊，令到佢可以專心發展事業。呢種因禍得福嘅情況就係風水學上嘅轉煞為權，將本來對自己不利嘅局面轉化為對自己有利嘅契機。再講深入啲，張柏芝能夠成功切斷原生家庭嘅吸血鏈條，除咗佢自己嘅決心之外，仲關乎一個好重要嘅命理因素，就係佢即挑以胡蘇勇喺二年勒年代後期開始運勢明顯下滑。胡蘇勇嘅八字屬火，張柏芝屬金，火克金，所以佢早年一直被即挑以嘅氣場壓制，財運同感情都受到拖累。但隨着胡蘇勇年紀漸長，佢嘅火氣慢慢衰退，對張柏芝嘅克制力亦都大大減弱。呢個時候張柏芝嘅金命開始反彈，加上佢3個仔嘅水木土氣場輔助，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土生金，形成咗一個完整嘅循環，令到佢鐵底擺脫咗即超魚嘅陰影。呢種父子母女之間嘅氣場消長，係好多家庭問題嘅根本原因，只係一般人睇唔到。張柏芝嘅成功，除咗努力同運氣之外，仲有呢個命理上嘅時機配合。如果佢早10年咗事切斷原生家庭，當時超弱嘅火氣正盛，佢一定失敗。但佢揀咗喺40歲左右呢個火氣衰退嘅時候出手事半功倍，呢個就係智慧。佢仲做咗一件好聰明嘅事，就係將車一送到內地居住，遠離香港嘅賭場同黑道朋友，等佢可以過返平淡嘅生活。呢個做法既保護咗即超爾，亦保護咗自己同3個仔，一舉兩得。我哋再睇下張柏芝嘅直播帶貨事業，表面上好似係食咗時代嘅紅利，但從玄學角度睇，其實係佢個面相吸引咗相應嘅財運。佢而家個面相充滿親和力，尤其係佢笑起上嚟嗰陣，眼尾嘅魚尾紋同齋言互相溪影，形成咗一個叫做笑目生財嘅格局。呢種格局嘅人特別適合做面向大眾嘅銷售工作，因為觀眾睇到佢個樣就會覺得開心，覺得信任，自然就會落單。而且張柏芝把聲線亦都係一種財運，佢把聲柔和而清晰，講說話嘅節奏令人聽得舒服。呢種聲線喺風水學上叫做金聲玉振，能夠吸引正面嘅能量同財富。佢將呢啲天生嘅優勢發揮到極致，配合直播帶貨呢種新興嘅銷售模式，可以話係天作之合。好多明星做直播帶貨成績麻麻，因為佢哋個面相唔夠親和，把聲唔夠吸引。但張柏芝完全冇呢個問題，佢天生就係食呢行飯嘅材料，而且佢好懂得揀選產品，所有佢推薦嘅嘢都係佢自己同3個仔用過、食過、試過，覺得好先會介紹俾觀眾。
呢種負責任嘅態度，令到佢嘅口碑越來越好，粉絲嘅忠誠度亦都越來越高。我成日同啲客講，一個女人嘅命運好大程度取決於佢點樣對待自己嘅子女。張柏芝將所有嘅愛同精力都放喺三個仔身上，呢種無私嘅付出就係最大嘅風水。佢唔係為咗將來有回報先對仔好，而係發自內心咁愛佢哋。呢種純粹嘅母愛會產生一種強大嘅磁場，吸引貴人同財富過嚟。相反，如果一個夏後優只係將子女當成工具，或者忽視子女嘅成長，佢嘅氣場就會變得混濁，運勢亦都會隨之下降。張柏芝由 Lucas 出世開始就堅持自己面漏仔，唔會因為工作忙就將仔交晒俾工人。佢親自接送返學，參加家長日，陪佢哋溫書做功課。呢啲點點滴滴嘅陪伴，就係佢同三個仔之間最深厚嘅命理連結。呢種連結比任何血緣關係都更加堅固，因為佢係用時間同愛心一針一線編出嚟嘅。所以即使 Lucas 同 Quintus 已經步入青春期，佢哋同媽媽嘅關係依然非常親密，完全冇一般青少年同父母之間嘅隔閡。呢種和藹嘅親子關係就係張柏芝最大嘅福氣。再講張柏芝嘅地產投資策略，佢揀嘅物業全部都係一線城市嘅核心地段。呢種投資方式喺風水學上叫做聚氣藏風，即係將資金投放喺氣場最旺盛嘅地方，等財富可以自然增值。佢冇好似其他明星咁盲目跟風投資海外或者新興市場，而係專注喺自己熟悉嘅香港、上海、北京。呢種穩健嘅作風，正正係佢地國圓潤面相嘅具體表現。地國圓潤嘅人天生就識得守財同聚財，佢哋唔會貪圖一時嘅暴利，而係追求長遠嘅穩定回報。張柏芝嘅地產投資雖然唔會好似炒股咁一夜暴富，但經過10幾年嘅累積，回報率已經非常驚人。佢而家單係收租嘅被動收入已經足夠養活全家，再加上佢直播帶貨嘅收入，等於有2條穩定嘅現金流。就算其中一條出現問題，另一條都可以支撐住。呢種財務自由嘅狀態，就係佢能夠從容面對一切挑戰嘅最大底氣。佢仲將一啲物業轉到三個仔嘅名下，用信託嘅形式持有，確保將來就算自己有咩事，三個仔都有基本嘅生活保障。呢種深思熟慮嘅安排，就係佢作為一個夏後一最偉大嘅地方。再講張柏芝同謝霆爽嘅財務比較，霆爽嘅資產雖然都有10幾億，但佢嘅商業模式比較傳統，主要靠公司營運同物業投資，增值速度相對平穩。而張柏芝嘅資產更加多元化，有信託、有地產、有直播帶貨嘅現金流，有廣告代言嘅收入，仲有佢自己嘅個人品牌價值。呢種多元化嘅資產配置，令到佢嘅財富增值速度喺過去幾年明顯快過霆崇。而且張柏芝嘅消費習慣比霆崇更加節制，佢唔會好似霆崇咁中意買名車買遊艇，佢嘅使錢主要都係喺仔女嘅教育同家庭生活實上面，所以佢嘅財富積累效率更加高。從玄學角度睇，張柏芝而家行緊嘅大運係金水雙生嘅晚運，呢個運勢至少可以持續到60歲。換句話講，佢嘅財富仲有好大嘅增值空間。而霆松嘅大運已經進入咗平穩期，所以未來10年張柏芝嘅身家好有可能進一步抱離霆松呢個局面，相信係10幾年前所有人都預測唔到嘅。當年大家覺得張柏芝只係一個靠樣貌同梳敏上位嘅女星，點會估到佢今日會成為身家100億嘅豪門女王？最後，我想用一句說話嚟總結張柏芝呢個苦盡甘來大圓滿風水局，就係前半生嘅眼淚會變成後半生嘅珍珠。張柏芝年輕嗰陣流過嘅眼淚、受過嘅委屈、挨過嘅苦難，全部都冇白費，佢哋變成咗佢而家身上嘅光環同財富。佢用自己嘅人生證明咗一件事，就係女人唔一定要靠男人，唔一定要靠出身，只要自己夠硬淨、夠努力、夠聰明，一樣可以成為豪門，一樣可以守護自己想要守護嘅人。佢嘅3個仔就係佢最大嘅成就，佢嘅100億身家就係佢嘅底氣。佢嘅故事值得每一個正在經歷困難嘅人記住。我蘇文峰睇上幾十年，見到張柏芝由當日嘅谷底爬到今日嘅無風，內心真係感慨萬千。佢嘅經歷話俾我哋知，面相會變，命運會改，關鍵在於你願唔願意堅持，願唔願意改變。張柏芝做到咗，所以佢贏得咗一切。
好啦，今日嘅苦盡甘來大圓滿風水局拆解就到呢度，多謝你收睇，記住訂閱、點讚、分享，我哋下次再見。